台电公布去年2024年的省电成果，台湾的民生用电计共是省17亿度，顶是42万户一年的用电量。不过，和2023年比起来是有较退步。台电是认为讲，这甲用电的习惯有牵连，亲像这电动车，也佮有食电的热水炉，拢会造成用电佮较上涨。倒数3、2、1，请揭晓。 最近甲箱仔拍开，台电公布2024年省电的成果，民生用户计共省17亿度电，差不多是42万户人家规年的用电量。去年有减少84万吨的碳排量。台电表示，这几年因积极透过办活动宣传这款多元方式，向民众宣传省电的重要性。114年到117年，我们有针对1万 kW 以上的这个用电大户还有所有的国营企业都要有1.5%4年的这个节电的这个计划。这些还是有一些企业用电跟商业用电，这些要不要节电？还是要。这些节电呢，当然就是透过台电的我们的电力诊断团，在各个区营业处都有这样的一个专员在做相关的节电措施。虽然台电公布2024年的省电成绩是17亿度电，但是比起2023年有省18亿度电比起来，2024年的成绩电倒较退步。台电分析，可能是甲民众用电的惯势改变有关系，亲像汽车电动化，佮有侪家庭的烧水炉为食驾驶的改做食电的，这款电动化趋势，让互省电变较恶。像现在的车，从油车再换成电车一样，民生用电它是大家是有节约的节约17亿度。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科技岛，我们现在很多用电成长是高科技半导体高科技，因为它新的厂房。增加了用电，我们用电增加其实将近2%了。另外，台电表示，去年台湾整体用电成长率大约2%，大部分是因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用电成长。台电讲，会继续透过省电服务团，替这款用电大户的企业检视用电状况，提出省电的方法，减少用电甲碳排放。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。